文化新眼界来看，乡亲，你对台北的放假是啥物款的印象？2023年放假国际舞蹈节4月1日要起过，小连续3天会邀请国内外42个团体伫放假16个空间进行74场的表演。所以，对这礼拜5开始，放假就成做一个大型的舞蹈舞台。一口气邀集了10几个国外的策展人，然后超过10个的外国团队，那跟台湾的团队相互辉映。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效果是想要让大家知道，外国虽然有很多很厉害、很有趣的团队，可其实台湾也不差。那利用这样子的差别比对，会发现其实台湾很美好。主办单位邀请真侪国际艺术家来咱台湾表演，除了会伫艋舺嘅文化基地演出，嘛会伫艋舺嘅北溪寮历史街区、新富町文化市场，也有艋舺正重要嘅地标龙山寺头前嘅艋舺公园来演出。艋舺国际舞蹈节邀请国内外42个团体，会伫艋舺16个空间来表演，有马戏、有现代舞、有剧场，多元的演出，要互国内外表演团体伫艋舺互相架舞。